哈利路亚。我们唱台语版的哈。那这一首诗歌是我们亲爱的郑介山弟兄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郑介山弟兄所写的哈，阿们，非常好。用信主祝平安喜乐，阿们，好，信主祝平安喜乐。好，那我们请哈。站起来唱第二节，好不好？所有兄弟姊妹拢徛起来唱第二节。第一节、第二节做伙唱来。
紧来看，快紧来听。